混合运动5项。我是短跑的100公尺，100公尺跑多久，12秒。你呢？也是短跑，有点失望，多一点时间可以练习，还可以备战。对。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去按部就班的，然后去把选手的状况调整到最好。那当然，现在选手的状况已经都是呈现在最佳的备战状态。目前就因为在备战状态，所以强度都有在拉高。毛毛觉得你们自己牺牲了什么？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牺牲假日来练习，就是比较少跟家人相处，所以我们也担心说啊，那到底赛期呢会不会延到很后面？因为台湾的疫情不会拖那么长，所以他们持续有在训练。第3次，第3次呢？这是第2次。我第2次。对，你们的成绩是怎么样200第5。200第5。我第1次比就拿下第2。我也跟他一样。第4次，国中3次，国2拿全中运第2，然后国3把第1拿回来。好，那今年就期待你可以再拿回第1哦。好，有没有信心？有，很兴奋期待。就很紧张。有，要拿回第几名？第1名。台南的那个18项的一个选手，应该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希望能够今年开心乐归，然后金牌数呢比去年还要多。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全中运原定4月18进行开幕，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延至7月18，也就是本周6就要开幕啦。台南的选手们也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练习，希望为台南市拿回奖牌。台南今年总共参加了18项竞赛项目，韦哲市长也利用时间到学校为选手们加油，同时感谢第一线教练们的辛劳，期待台南今年能再创佳绩。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好了，我们今天来到新化国中，也就是我们台南市要参加全中运的一个集训点哦。7月18号就是下个礼拜6的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给同学、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我们也调整了我们的这个对选手的去参赛的待遇，然后选手如果夺牌的话，我们有这个丰富的奖金。这些选手们承载着许许多多市民的一个希望。其实跟他们讲，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只要拿冠军就好，千万自己要小心。本来全中运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竞技的舞台，今年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差一点就办不了我们的全中运，所以很多比赛要取消。现在全中运终于恢复办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争取，把握这个机会，让台南市被全台湾其他各地的人看到。希望我们选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冠军，冠军，冠军！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治安满意度排名全国第1的台南市检察局长周耀伟，因为一件枪击案，而且是破案的案件，却被行政院长苏贞昌免掉，不但影响基层环境的士气，而且民意代表也无分哪力徛出来相挺。除了呼吁中央三司爱撤回，地方也全力挽留，并且表示无欢迎新局长派任。议会国民党团体书记长王家珍的带领，包括议员蔡淑惠、李中琴、洪玉凤、甲林美燕、夏午共同召开记者会，全力来相挺警察局长周耀伟。议员认为，败选黎明的苏贞昌，摕台南市的治安作为刷官话的机仔，为了派系恶斗，硬要将治安满意度优良的局长周耀伟来扳掉。周局长如此这般以台南市警察局为家的一个好局长，竟然因为他也破了案，他不是这个案子没有破哦，我们台南的枪击案已经破案了，却要拔他的官，我们很难理解中央政府苏院长你的逻辑是什么？这么优异的人，居然就让我们这个败选联盟的苏院长就这么把他拔官。我想，院长是有权利能够换人，基层真的无力可伐天吗？
我想我们基层的员级应该大家要为我们的周局长，我们应该群起来慰留他，至少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加油，甚至打气。是不是苏贞昌先生他要展现说，警界的人事是我说了算，不是你徐国勇说了算，不是你陈家清说了算，就是我苏贞昌说了算。只是要树立这样子的一个权威，就让一个真正愿意为我们治安付出心力，真正在做事，而且获得基层大家的这样子一个支持的一个好局长，就因为您的不爽，您要树立你的权威，就这样子不公平的把他拔下了吗？唔定哪样民意代表看袂落去，就连执政党的民进党议会党团下午嘛出面来小听。民进党团总召区丽丽表示，党团肯定台南治安的表现，全力小听警察局长左右为。我们都希望说，这个有一个转圜的空间，不要因为任何的我们不知道的政治因素，或者是说大人们的因素，那影响到一个本来非常平静、安全、安宁的台南市。那我想，我们这些议员全部都站出来，而且我们是接到了很多民众的电话，还有包括基层员警他们的反弹哦。所以我认为说，行政院应该要深思熟虑。那我们力挺，全力，民进党团一致力挺哦。台南市从原本交通、环境6都垫底，一路往上爬。改善可以说名列前茅前3名，那这样子的局长我们要撤换他，甚至在我们自己的选区有所谓的炸弹案，也顺利跟高雄联手侦破。那这件事情会变成说，哇，好不容易辛苦改善交通、改善治安的局长被撤换，那这样子对警界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士气。所以我们恳请苏贞昌院长收回成命，好好思考一下标准在哪里。你要换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嘛是警政署的代志啊。你苏贞昌是伫区的当面就讲，叫甲换掉，你是咧做皇帝了。哦，拄则美山咧讲，若讲治安有问题，换局长，你警政署署长嘛有责任啊，内政部长嘛有责任啊，你兼讲一个苏贞昌嘛有责任啊。你苏贞昌是毋是爱家己自行下台？对无？你做皇帝呢，完全都没有文官程序都搞乱了。议会即届无分压力，全面小听警察局长，除了希望行政院会用撤回人事案，并且全力来挽留警察局长以外，对着未来任何的派任，台南市嘛拢袂来接受。留下周佑维，为民请命。留下周佑维，肯定台南市治安表现，警察局长周佑维，加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上午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实地会勘林德运动公园。虽然拥有标准的有氧池，但是因为长期无使用，不但外观残破，而且儿童耍水池搁积水生蠓虫。议会希望趁着争取2023年转运会补助经费，做一届整修，活化有氧池，增加使用率。议会教育委员会上午伫召集人徐佑仁的号召，包括当地议员杜素仪、郑嘉欣、甲吴伟环、郭宏仪的秘书，以及侪位的委员会成员，甲市府教育、公务等局处实地会勘林德的运动公园，包括游泳池、儿童游乐区，甲一寡球类的运动场。其中游泳池自县市合并以来，就拢无使用，造成年久残破。初估整修的费用超过上亿，对此议员要求，希望会用个趁着争取全运会场馆的整修，和标准的游泳池会用个来活化。这游泳池从民国80几年就已经建立，到目前为止拢是荒废。这次拄啊咱台南市要来争取到咱2023年咱全运会所以希望咧，咱体育署咧会当来摕到经费，转来甲咱这个游泳池咧做咱到时这个运动的比赛场地是符合一个所在，嘛借用到
运动会这个场地咧，安尼完成了后，会当互地方咧，安尼来继续经营，继续互地方这个主地来这游泳。人的游泳池必须活化，而且必须考虑它未来营运的一个持续性，不要让经费造成浪费。第二点，有关我们仁德运动公园的儿童的这些游具，必须考量是不是符合安全标准。另外，必须考量能够有共融式的一个游具，让更多的乡亲孩童能够到这边做游乐。对此，市府教育局体育处处长林义顺来回应，全运会每年伫新北来举行，台南市预计争取2023年。不过，中央愿意补助的经费嘛，大约1亿左右。可能着所有场馆整修，恐定经费也无够。不过，最后委员会嘛决议，不管是有争取或者是无争取着全运会，议会嘛希望教育局会用来活化游泳池。至于儿童游乐区甲一寡户外的场馆，议会嘛希望会用来增设一寡预则，甲调向共融式的游乐区来设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台南市的偏乡教育，全球知名新思科技甲台湾微软共同关注台南7股甲后壁以及学习协会，总共85台电脑甲软体。教育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感谢企业的爱心。桌顶看到的这几台电脑，拢是这届新思科技甲台湾微软将要捐赠予台南偏乡学校的电脑。虽然是新思科技使用过3年的电脑，但因为是工程电脑，所以现在用起来也是非常的紧。加上微软所提供的软体，就会使予偏乡的学生充分来学习程式的运用，提升因资讯应用的能力。就借着这次机会，能够呢利用我们呢笔电汰旧换新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这样的笔电，透过台南市教育局郑局长这边呢，再加上苏老师的爱智道协会，能够合在一起，为我们这些偏向孩子呢，能够有远距教学，甚至呢再加上 Microsoft 的这个微软的软体呢，能够让他们的学习能够更加丰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持续的为这些偏向孩子能够多做一些事情。这个硬体很重要，软体当然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这次能够一起跟 Robert 的团队一起合作。他们的志工社，我刚刚也听说他们非常的辛苦，把这个电脑整理的像新的一样。那我们很高兴里面也放了很多的最新的云端的 Office 的软体。那另外，待会我们 Patrick 可能会跟大家报告我们新的远距教学这一块，是特别在偏乡教育非常重要，特别在 COVID-19 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能够超前部署。所以我们有很多最新的功能，包括我们 Team 的最新的功能。我们早上才看到最新的我们 Team 的功能上面可以不只是面对面的这种远距教学，我们可以把这个数位变成一个数位的教室，变成一个数位的大礼堂。所以老师在里面可以，就算你不是真正的跟同学在教室里面，都可以用数位的方式跟同学做远距的教学。这个都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一起公私携手教育恒久的。日前教育局也特别举办捐赠记者会，市长王美特也亲自出席，向这2间企业表达上深的感谢。市长也认为安尼的公私协力，才会使予教育的环境更加完善。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见证我们台湾新思科技把他们这个没有使用的工程电脑，然后透过微软的这个软体来捐赠50台给台南市政府。我们将会把这些手提电脑配送给许许多多比较偏乡的孩子，让他们可以进入这个电商科技，也可以进入这个使用电脑的机会。那因为他们用的是工程电脑，即使已经没有使用了，这些都比现在许许多多市面上一般的个人电脑都还好。这些笔记型电脑将来会提供给许多偏乡的孩子，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在网络世界中能够使用、接触到最新的这个科技。那我们也谢谢这个新思科技，他们有这样的心，然后也谢谢微软能够提供软体给每一台电脑免费提供的，这一点撮合起来，可以让我们台南市的许许多多的学童有最好的这个工具、学习工具。透过企业所捐赠的电脑甲软体，除了让学生感受到社会的爱心，上重要的就是让因会使学习运用上新的科技，提高因伫这个时代的能力。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 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由台南市政府主办的109年青春专案暑假青少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15号开始正式起跑。今年总共有6大类，包括体育、见识、艺文、野队体验、公益甲天文，总共有2400多场次。欢迎青少年朋友踊跃报名参加。今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暑假延到7月15号开始。台南市政府除了推行中央的防疫新生活的运动，另外嘛为青少年朋友规划正当、趣味的休闲活动。除了各项的运动球类、演习、甲艺文等，另外嘛有野队的体验、电竞争霸、漆弹、甲密室逃脱等，鼓励青少年会用的行出户外。以往大家都觉得青春专案就是警察骑着警用机车在游街游一游走一走，然后这样子就算了而且以前都是棍子大于萝卜，都是说谁飙车我就去抓谁谁吸毒我就取缔谁，谁做什么我就去，谁聚众我就去这个滋扰我就去取缔谁就去打击谁。但是我们台南市是萝卜跟棍子，尤其萝卜比较多。你看2459场萝卜，配合着各局处不管是知性的、感性的、动态的、动感的，各项活动都有。这非常感谢各局处大家的通力配合，提供同学还有年轻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暑期节目跟活动。也希望借着这些节目跟活动，能够让我们自己除了身心舒展之外，能够得到成长。活动记者会伫个新生代舞蹈团再来舞蹈的话剧精彩表演。市府各局处嘛会讲活动真出，警察局有电竞争霸、3对3的篮球赛等，教育局甲社会局嘛推出夜宿的营队，甲各种的营队体验。而观光旅游局则是有水上活动等，总共2459个场次，欢迎青年朋友踊跃参加。活动会用到市府的网站青春专案来查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教育局伫今年暑假特别规划儿童艺术教育节，其中由着树林国小师生共同举办的版画特展正式开幕。这项展览也呈现出学校多年来推广版画成果。遮精彩的版画拢是后壁区树人国小师生的作品。今年教育局为了让台南的学生伫暑假有无同的活动，特别规划了儿童艺术教育节。对此也邀请了曾经版画多年的树人国小，伫美术馆二馆边仔的南美里活动中心举办一场特展，除了让民众欣赏因的艺术作品，也透过这届的机会，展示学校多年来的成果。树人国小是以中年级开始多操作版画低年级的时候是先着重在绘画各种表现方式，那中年级之后就版画，但是版画这里边的素材很多，所以孩子都很喜欢，因为它有凹凸平孔的各种版种。我们学校主要发展就像纸板、亚克力板、橡胶板、树脂板，那这些板材呢，它还有石膏板，他们在选择上就会我们会依他的能力，去因材施教。这是树人比较着重的因为我们学生少嘛。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各界的支持下，包括长官支持下，我们都可以到很多地方展览。因为能量放大之后，那我们会训练孩子来自己去解说他的图，去
因为这些图都是他的生活经验啊，因为我们的校外教学办得很丰富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善的循环，就是让很多人呢看到素人的作品，然后他们有的也会收藏，有的也会赞助捐助，让我们充实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发展会更大更有后劲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很多展出因为这样孩子被肯定到，然后能见度变高之后，他们也对自己相对的有比较高的自信心借画画来提升，除了快乐以外快乐学习之外，就还有自信心。13号上午正式开展，市长委托也特别出席，会中体验了制作版画，同时听取小朋友的介绍。市长也非常肯定这小朋友优秀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甲学校辛苦的付出。我们特别感谢驻校艺术家吴老师的帮忙，也感谢陈导演的一个协助，能够让树人国小的作品跃然纸上，能够发光发热。那也谢谢教育局，还有我们所有家长跟老师的支持，让这个小小学校的孩子能够大大露脸，能够让社会上所看到，能够让全国的好朋友都能够知道，这点是非常肯定的。每一个学生的作品拢会使看到非常生活化的内容，对因来讲，透过版画将生活当中的回忆留落来，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学版画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可以学到各种知识，例如怎么组合颜色，或者怎么刻，而且刻那个也要有顺序，因为如果乱刻的话，或者颜色调错，也没办法印出好的版画。我会画这一张的原因是，学校带我们去亲近农场，我觉得绵羊很可爱，我就把它画下来了。这幅版画是橡胶版，名字叫《可爱的小白鲸》。我就是有时候爸爸会带我去海参馆，然后这次去垦丁的海参馆看到了可爱的小白鲸，它很可爱，所以我想把它记录在版画上。3年级的时候就把它记录在，因为以前就是2年级还不能刻，3年级就想把最好的记录在我的版画上面。谢谢大家。除了这个特典以外，民众也会使伫18号下午到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将会使伫艺术市集当中体验到版画的创作。同时，这个版画特典将会展出到18号。想要培养美学素养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精彩的展览。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有时乌云转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9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